明仔载4月初2號是咱台灣的社工日，早起有社工團體是開記者會，因批評講，即馬有社工的勞權受到侵害，有部分縣市甲社工改做是專案人員，減少社工的薪水，佫有來縣市佫欠社工助理薪水，台北市就有社工助理已經2個月無領到薪水咯。薪資拖欠零容忍，按時給付是基本。幾6月社工人員這個工會代表甲立法委員，初一早起佇咧立法院開記者會，批評即馬的社會安全網第一線社工勞權出現漏空。譬如講，佇最近的調查發現，包括雙北、南投、高雄等6個縣市拖欠社工助理薪水的情形，甚至包括台北市也佫欠2個月。1月份的薪水到底什麼時候發？1月份的薪水是3月17號發。倘若確實有違規的狀況，這些受補助的單位，衛福部當然要去要求他的補助要能夠去落實。另外，社工工會也批評，有一寡縣市透過職務變更的名義，將社工專業人員改做專案人員，來閃避社工薪水制度，造成社工變相減薪水。只要是政府的補助或委託方案，社工的薪資就一定要38898，把社工變成專案人員或專業人員，社工的薪水可能就變成剩32000或36000。主要是考量親子館裡面的服務內容，包含托育跟照顧的諮詢等等哈。那工作性質跟社工還是有別，所以就調整親子館來改聘用專案人員。衛福部回應講，頂禮拜已經函文到各縣市政府，要求對社工相關人員要準時發薪水，做到相關補助規定。不過社工工會強調，因為檢舉拖欠社工助理薪水的地方政府，要求地方的勞動局要進行專案勞檢，維護社工的權益。公視新聞採訪報道。